大家好，我係 Jessie，咁而家我就帶大家嚟到大埔，同大家發掘一下大埔嘅文化遺產。大家好，我哋第一站嚟到綠會學院，呢度前身係舊大埔警署，佢於1899年，即係英國租借新界之後冇耐建成，係新界第一間警署同埋警察總部。新嘅大埔分區警署啟用之後，舊大埔警署就開始停止運作。喺2010年，嘉道理農場通過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，將呢個歷史建築群活化成綠會學院，推廣永續生活。警署原本只有2座單層式建築物，分別為主樓同職員宿舍大樓。後來於1960年加建飯堂大樓，草地上仲保留咗用磚砌嘅焚化爐，昔日係用嚟處理垃圾、舊文件同已經冇用嘅證物。舊警署嘅百葉窗係為咗適應香港潮濕而炎熱嘅氣候而設，係典型嘅殖民時期建築特色。眼前紅磚嘅建築物就係員工宿舍，由於磚牆狀況良好，保育專家決定移去油漆外牆，俾參觀人士可以欣賞到喺塗層下嘅建築特色。喺2021年，舊大埔警署正式成為法定古蹟。另外，綠會學院入面設有互助店，店鋪產品大多由本地生產人士、社企、公平貿易、健康食品供應商提供。行到攰就嚟品嚐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就係涼茶啦。涼茶喺2006年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。涼茶係流行於嶺南地區嘅一種飲品，以特定嘅中草藥製成嘅。涼茶喺香港已經有過百年歷史，並且具有祛濕降火、解燥消暑同防治感冒嘅功用。我哋第3站就嚟到香港鐵路博物館，呢個博物館前身係大埔墟火車站，佢係由原址改建而成嘅博物館。好可惜，而家舊火車站大樓正進行維修。其實呢個大樓係建於1913年，佢係一座風格獨特嘅金字頂中國傳統建築。舊火車站喺1984年被列為法定古蹟，經過修復同重新佈置之後，博物館喺1985年開放俾市民參觀。眼前呢一部係窄軌蒸汽機車，喺沙頭角支線行駛，直到1928年沙頭角公路通車同支線功能重疊，支線先停止運作。而家就等我帶大家參觀一下唔同嘅歷史車卡啦。眼前嘅係313號車卡，佢於1921年投入服務，屬於3等車卡，主要行駛當年九廣鐵路尖沙咀至羅湖段。然後我哋就嚟到302號車卡，佢係最早期嘅車廂，1911年喺英國倫敦製造，設有木製座位。早期嘅鐵路為單軌行駛，座位嘅椅背可以前後喐動，方便轉換座位嘅方向。我哋就嚟到大埔文武廟。大埔文武二帝廟係位於大埔富善街入邊，喺1892年啟用。以前嘅文武廟除咗係辦事處之外，有時仲會處理村民之間嘅糾紛，係太和市買賣公證嘅仲裁中心。喺1984年5月11號，香港政府將大埔文武廟列為法定古蹟，受古物及古蹟條例保護。佢更加係新界第一座受保護嘅建築物。其實文化遺產就隱藏喺香港嘅每一個角落，只要我哋用心留意，放慢腳步，就可以發掘更多嘅文化遺產。文化遺產見證咗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變成國際大都會，亦都成為咗香港人嘅驕傲。所以我哋要共同守護香港嘅文化遺產，因為喺日新月異嘅香港，越嚟越多舊建築物因為舊區重建而要拆卸，或者過多幾十年之後，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會因為冇人傳承而消失，變成香港人永遠嘅回憶。所以我哋要好好珍惜同埋記住眼前嘅文化遺產。今日嘅 vlog 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